再来看新北市新增的图书馆是来办一门学台语动词的课程，过程当中是用互动式的教材，加囡仔一寡生活台语用词。这讲师表示讲，这是有通帮助囡仔甲记落来，也提高学习的动机。也毋过呢，目前这款教材是真少，所以希望讲未来会当加开发。 教师咱用塞车来解说熟悉的动词，咱用互动式的图卡来帮助囡仔学习。这个课程和一般台语绘本故事的活动无同，有特别用互动式台语教材建立囡仔对生活上动词的感受。教师也表示，融合互动教材会当提升囡仔的五感，对学习真有帮助。伊目睭看，喙去讲，手去叮当，伊安尼就会变做一个五感体验，就是五个物件，你会对伊的身体连接记忆较有帮助。课程当中，除了看老师操作互动式图卡来学各种动词，囡仔家长也同齐做图卡，毋但更较了解实际动作的方向、使用情景。现场家长也表示，这款图卡互学习变甲真活泼，而且图卡顶悬的字较少图大，观察得来囡仔较愿意学。较生动的，就是较有趣味的囡仔咧学，会较自然学。哦，因为遐字数较少，应该较会学。互动式教材发行人表示，教材发行大约一档，目前有一寡幼儿园拄要教囡仔台语的爸母有使用这套教材，反应拢袂歹。按算今年8月左右会出版第2套互动式教材，教师也希望通结合 App 陪囡仔学习台语。阮即马嘛咧设计第2套的台语嘛会通互动式学习组。8月时阵嘛有台语嘛会通的 APP， 希望会使互台语陪囡仔做伙大汉。另外，讲师也表示，伊家己伫国校教台语4档，也观察到目前学校教材拢是以文字为主。伊强调，图卡互动式教具是教学真重要的一部分，会当互学习效果加倍，更较有效率。也表示，将希望未来通有更较侪台语互动式教材引入学校，打造丰富的台语学习环境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新北报道。